天光嘅清邁可以好文青，又或者好有禪意，但係一去到晚上咧，就可以變得非常狂野，甚至放縱添嘅。今集同你分享下女神2025年尾嘅清邁日與夜。2日1夜嘅奔 pon 結束啦，騎着心愛的小摩托，又到了吃早餐。臨離開之前咧，食一個泰北早餐，梗係首選泰北咖喱麵烤水啦。再嚟飲杯咖啡先。第二站飲咖啡 ，Coco。泰北最正就係隨處都可以揾到好正嘅咖啡店或者係咖啡嘅。呢一間除咗咖啡，佢嘅朱古力飲品都好正㗎。大成功實在太好飲啦！呢杯咖啡。翻住宿收拾行裝之後就要離開奔 pon啦，真係非常喜歡，希望下一次再有機會同成班 friend 嚟2日1夜慢慢嘆。騎著親愛的小摩托，再嚟到呢個地方，我覺得好正嘅就係奔坑屈呢一個咧，就係匿埋喺信貼山腳下嘅一個區域，亦都係文青區。朝早時間梗係行下文青區啦。成個特點咧就係村落式嘅設計，所有建築都係比較傳統嘅泰式木質嘅小樓啦。即係見到中間有一個露天嘅圓形階梯嘅劇場，成個空間咧綠野油油嘅，咁啊有好多藝術之餘咧，有好多美食，所以呢邊食個午餐都相當正嘅。而且唔同嘅時間你可以先預訂啦，有一啲手工作坊嘅，可以整下啲皮具啊，又或者係做下燈飾啊等等都冇問題嘅。再加上呢邊勁多咖啡都係手沖咖啡為主，可以發下牛豆嘅。所以如果要嚟嘅話，特別留意翻就係唔好星期一嚟，因為星期一係休息嘅。反正翻市中心順路，所以喺呢邊可以攤頭下。騎着心愛的小摩托又嚟啦，食飯。午餐時間反而選擇喺附近嘅呢一個好緊要正啊！打拋豬肉飯，勁辣而且勁好味，絕對推薦啊！食飽飽去參觀了。離開文青區大概係10分鐘之內嘅車程就可以抵達呢一間屈戶望。嗱，屈戶望非常之特別啊，因為佢最出名嘅地方咧就係地底隧道，亦都係泰國唯一嘅地底隧道寺廟。戶望喺泰文當中就係隧道咁解，建立於14世紀，最初係為咗令一個心神不寧嘅高僧能夠喺安靜嘅環境底下禪修，所以咧就有咗呢一個隧道啦。咁啊，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你行喺呢個非常涼爽，因為出邊真係好熱㗎，成個雖然有啲昏暗啦，但係裏邊係好涼爽，而且係有供奉咗唔同嘅佛像嘅，值得參觀一下。而喺戶外方面咧，都有好大片嘅呢一個空地咧，可以睇下唔同嘅佛塔啦，甚至乎喜歡嘅朋友可以去餵下魚嘅。咁呢邊都相當之特別嘅，好似個大公園咁。成個時間你留大概35分鐘就可以去放鬆下自己嘅啦，買啲飼料餵魚，睇下大嘅鯰魚腸食。終於返到清邁市中心，今次朋友見到呢一間晚餐嘅餐館好特別，而嘅燈光音響啊，太厲害啦！食飯嗰個地方。完全係劇場或者演唱會規模㗎，6點鐘嘅時間先至可以入場嘅，係冇收入場費嘅。佢係以餐館為主去經營嘅，而且先同你講，裏邊嘅價格係相當抵食嘅。唔同嘅時間會有唔同嘅表演，當然係慢慢循序漸進㗎啦。6點開始係比較輕騎嘅，但係嗱，你見到啊，唔同年齡層咧都非常適合嘅。最重要就係佢嘅廁所好乾淨啊！又開始啦！好啦，去到8點之後咧，畫風一轉就會唔一樣啦，開始進入 party 少少嘅感覺啦，有少少歌舞升平 feel 啊！除咗喺台上嘅表演之外咧，其實喺台下好靠近你嘅位置，不定時會有舞者或者歌手喺你嘅用餐範圍最靠近你表演。無論係燈光或者係音效都係一絕嘅。當然去一啲位置咧都要尊重翻當地文化，進行一啲重要嘅儀式嘅，然後再繼續。
真係細估唔到咧，會無啦啦有一個捐款活動。好啦，我都響應下啦，再繼續 party。喺呢個地方，我哋大概逗留咗5個小時咁耐啊！講真，我覺得呢個地方非常值得嚟。如果你晚上冇乜嘢節目，又想睇下節目嘅話，呢個地方可以俾你享用晚餐，又可以睇 show。